就像瓷器入窑前的敬拜一样，沈思雨每次创作前也要有一个仪式。先给腮帮子过一遍明针，是他上泥凳的前摇。因为我是从传统过渡到创新的，但是我不想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寻找我自己，那是我在走前人的路。其实某种意义上它叫传承，但是传承有很多人在做，它不缺我一个。当时好多人也不理解，他们觉得就天天在搞什么玩意，就好好的传统的壶子做的这么好的手艺不做，你不是脑子有病吗？就好多老前辈把我头一拍，你已经废了，你走掉了。但是我很明白我自己在做什么。传统对于我来讲就是树主干上的养分，它是我的一个根，它是我能扎得多深，那我创新就有多少底气。一张小纸片，一块塑料板，甚至一个锯齿刀片，在沈思雨手中摇身一变，成为了明针。就我们紫砂传统，它很古朴，它很内敛。那紫砂它也可以很有视觉冲击力。我想让它变得更多元。一颗普普通通的泥球，到底会被修成什么样子呢？